师来讲到第二堂的题目是靠着神的话语祈祷，因信前行。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可在安息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以我走义路。我虽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遭害，因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谢谢喜乐小组，请坐。我们用拍手来感谢神。